而家咧好多女性啦，尤其一啲好忙，我哋香港工作嘅女性啊，荷爾蒙變化咧係提早咗好多。哇，佢嘅粉末係真係一柱煙咁樣出咗嚟㗎。Synergy 咧係有支新嘅精華叫做 Press Pause， 針對更年期啦。其實而家咧好多女性啦，尤其一啲好忙，我哋香港工作嘅女性啊，個更年期嘅荷爾蒙變化咧係提早咗好多，有啲差唔多40歲以上咧已經開始有啲類型嘅問題啦。咁其實更年期咧皮膚會差嘅，係啦，會老化啦，冇咁容易 retain 水分啦，荷爾蒙嘅變化咧亦都會帶來譬如敏感啦、一啲唔舒服啦、紅啊，改善譬如糖化嘅老化問題啦，深層嘅滋潤補水啦，做到高啲嘅鎖水同埋持久嘅保濕力啦，強效抗氧化啦，對抗環境嘅侵害啦，同埋增強肌膚嘅防禦力啦，增強翻本身嘅光澤啊。裏邊咧成分有一個就係脂質嘅大豆異黃酮，因為呢個就係 regulate 翻你 hormones 嘅變化嘅，咁就改善翻鬆弛下皺紋。好新嘅技術就係一個脂質密封嘅技術啦，嚟包裹同埋傳遞，咁可以好精準咁樣去到目標細胞啦。加咗一個叫粉紅微組嘅萃取物，仲加咗個叫做基肽嘅異肽啦，一個 peptide 啦，幫助我哋嘅膠原蛋白啦唔會糖化同埋硬化，咁就可以提升翻個緊緻啦、彈性啊咁樣啦，改善皺紋同埋膚色。異肽咧都係一個好強嘅抗糖化劑啦，可以減少嗰個糖化嘅副產品 AGE 嘅生成。加咗一個叫野山藥根嘅成分，係愛嚟舒緩敏感同埋乾燥 related， 尤其係針對因為荷爾蒙波動嘅相關皮膚問題啦，做到鎮靜嘅效果。全方位咧係針對更年期帶嚟嘅皮膚問題。Snowfox 咧佢嘅升級版極細幼雪花油焦蜜粉咧，佢嘅粉末係真係哇！我一柱煙咁樣出咗嚟㗎，加咗維他命 B3、維他命 E 啦，可以強效保濕、減少油脂分泌，同時係抗氧化同埋預防埋一部分紫外光嘅侵害啦，抵抗自由基啦。新加嗰兩個成分係有名堂嘅，一個叫 5 Alpha Alpha Culture， 進一步係控油，加咗一個保濕成分嘅椰子油。跟住頭先講嗰個 Bright Oleoactive 咧，其實係美白配方嚟㗎。佢係一個美白嘅複合植物萃取，改善埋黑斑同埋色素沉澱，有4重嘅機制啦，可以抑壓黑色素嘅生成啦，可以均勻肌膚啦，加強光澤。呢嘅白玉緊緻精華手霜，佢係一個有好珍貴嘅 active， 真係活性成分，就係少女外泌體 MMC75 呢一個成分，係可以根本性地改變你皮膚裏邊嘅細胞。仲加咗韓國嘅春川白玉粉末啦，咁係可以滲喺手上邊一啲不規則嘅細紋裏邊咧，亦都清除埋嗰啲毒素㗎，亦都可以防止紫外線嘅侵害啦。有高度嘅透水機嘅包裹技術，所以咧係即時提升水分含量。佢嘅 clinical 係好黐線嘅，2小時已經增加82%，4小時仲有67%。8小時之後保濕度都仲係增加54%嘅，比起你未搽，跟住亦都係可以抑制呢個蛋白酶，即係令到你變黑啦。嗰樣嘢啦係65.5%。仲有個 clinical 就係42日之後咧，你嗰啲斑啦，如果有斑啦，就會個大細減低1成啦，最多可以3成嘅。咁跟住84日內咧，平均都可以減3成嘅嗰啲斑嘅面積。仲加咗一個海蕨嘅萃取物啦，其實就係抑制黑色素啦。跟住仲加咗積雪草嘅幹細胞靜態56日咧，已經顯著消除皮膚老化跡象，包括紋啦、粗糙感啦、一啲紅斑啦、斑點同埋毛孔㗎。Snowfox 個24K 金幽靈舉目嘅刮痧梳，for 任何人士啦，尤其如果你頭痛啊、頭部壓力大啊、頸痛啊、頭髮稀疏啊、產後脫髮啦、早期脫髮啦呢啲頭髮變薄嘅人士啦，係啊，手腕痛都可以啊，因為咧佢除咗有呢啲梳之外咧，其實佢仲有個刮，係啦，呢個刮呢度又可以刮，你一日啦，咁啊上到下左到右，右到左咁樣啦，就刮佢5分鐘，係啦，可以刮埋呢啲肩頸位啦、淋巴位啦，咁可以做到深度按摩嘅。裏邊咧就有60根 1.5 cm 嘅 24K 鍍金，咁佢裏邊個針咧就係鈦同埋不鏽鋼嘅混合，有良好嘅導電性，可以幫無鱗片係閉合啦。咪明白。